我哋引入咗激光嘅治療，即日就可以用一個30分鐘嘅手術處理咗一啲喉嚨嘅不同嘅病症，唔需要住咁耐醫院啦，亦都可以係快啲咁樣去復原翻。孫醫生咧就係好重視咧喺團隊裏邊咧每一位同事嘅意見嘅，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大家喺討論嘅過程裏邊咧，可以將最好嘅方案咧都全部擺晒出嚟，有一個好充分嘅討論啦，咁所以咧病人咧最終就會得到最好嘅服務。孫醫生咧係一個非常之有承擔嘅醫生嚟嘅，佢無論對病人啦或者對工作啦做得非常之好。喺我哋部門呢個喉嚨科嘅服務咧帶咗好多新嘅思維，而呢啲新嘅思維包括新嘅手術咧，幫到病人好啲嘅生活質素。如果唔係有中醫生啦，有部門其他同事嘅支持咧，即係我覺得我哋做嘅新嘅治療啦係唔可能成行啦，亦都唔能夠即係成立到我哋同言語治療師一齊嘅合作新嘅吞咽門診。咁呢啲都係需要大家去支持我先可以做到，所以我都好衷心咁樣感激。